月初1就会解散。今仔日下晡举行上尾一场记者会，嘛宣布接落来疫苗假和防疫假拢会取消。若前指挥官陈时中佮有总统蔡英文，今仔日嘛拢有去指挥中心慰问。3、2、1。经过3年外1194天举行过960场记者会，疫情指挥中心要伫日7拜四开最后一场记者会，搁要伫5月初1改变，防疫调向常态化。毋过也公布国内第一摆验出2例本土俗称大角青新型 Omicron 变异株 XBB.1.16，2个个案拢是北部70岁以上女性拢慢性病史，一个是重症，另外一个是轻症。它是传播力有比较增加哈，但是并没有显示说有造成重症住院跟死亡的比例有增加的一个情形。指挥中心表示，疫苗注射价格、防疫隔离假也要对指挥中心退场，回归一般请假规定。指挥中心最后一场记者会也邀请真侪捌参加过防疫的重要官员甲专家学者，包含前指挥官陈时中、专家咨询小组召集人张尚存等人。陈时中致辞的时阵表示，防疫过程有痛苦、有心酸，不过拢是对人民负责。一方面也觉得在疫情期间不免有很多的遗憾。虽然我们这么的努力，想要尽量避免可能的一些伤亡，但是还是有一些避免不了。那不过呢，这些都渐渐过去了。我们现在正要迎来疫后新生活。总统蔡文也去指挥中心感谢大家这段期间的辛劳。这是蔡文第10摆到指挥中心，伊强调，指挥中心改变了后，会由卫福部成立跨单位防治联合会部，会继续防疫整备甲应变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